各位朋友，大家好，午安啊！咁多位，我係今日嘅大會司儀張鳳儀，喺度祝大家身體健康，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嚇。今日好高興由呢一個嘅政府資助計劃民政事務總署贊助，西貢文娛康樂足總會主辦彩虹仙子劇藝坊演出團體演出呢個西康粵紀青少年嘅折子戲。今日呢，我哋有好多個折子戲，分別係有10個節目會送上俾大家嘅。咁而呢10個節目裏邊呢，全部呢都係一啲小朋友，佢哋分別呢係有10歲啊、5歲啊、4歲、3歲都會有嚇。咁首先嚟講呢，會為大家獻上嘅就係第一個節目。第一個節目呢，就係《帝女花之香夭》，咁飾演呢一個駙馬嘅就係由江嘉瑤小朋友，佢今年呢只係得10歲嘅啫。另外飾演長平公主嘅就係李婉晴小朋友，佢今年呢只係得8歲嘅啫。我哋俾啲熱烈掌聲歡迎佢兩位嚇。明珠萬火映花黃，如此斷腸花燭夜。不須是女，伴身旁灑翠。任思侶在明，那平雅揚門看。花謝金霜座，花燭夜，難為駙馬入邊上。江山被災劫，今先帝恩千丈。
齊雙雙求文帝安。馬在名牌上。柳陰當造芙蓉漿，明朝驸馬看新娘。夜半挑燈，有心作窺眾。金杯萬宴輕上，像披上大雷，放落葡萄上。合歡與君醉無香，碰杯共到夜台上。墳墓收藏，相擁抱，相會薄，相知有樹，透露帝女香。帝女花，長伴有心愛，夫妻死去如樹也同阿妹。